你冇班搞，留唔住學生，但你擁有一張有效認可嘅教練證書喎，咁爭啲乜嘢啊？就係爭真功夫及一個高度有效嘅訓練方法。嗱，平時你哋咧即係話咧行平衡波咧，就話可以練平衡喎，將個豆袋放個頭度行咧，又話增加個平衡感；將個豆袋拋個籃度咧，又話練手眼協調。10秒拉筋咧，又話可以增加個柔軟度。以上方法咧，我都全部冇用過，因為屬於低效嘅訓練方法。而我咧喺前線教學接近30年啦，亦已經成功培訓咗咧成1000位嘅幼稚老師及學員，連政府部門都揾我做幼兒體適能教師培訓。嚟緊我會搞個咧幼兒體適能教練課程，而我嘅教學咧係唔會照字面講，係由你行出嚟去做體驗，由體驗去證明方法係有效。咁呢個就係真功夫。我希望咧，我退休之前可以培訓下一代嘅你去接棒，去改變幼兒體適能嘅老土及低效嘅訓練方法。留意下邊嘅資訊可以報名，我哋一齊去做幼兒體適能嘅行業先鋒者。